大家好，我是吴义勇，是屏东林乐人，6队客家人。头摆我是做新闻工作，更加是演员同主持人。今日呢来到桃园龙潭，我带大家同我共下去行行聊聊啊。每多人会觉得啊，桃园嘅龙潭太美堂就是5月节限定。不过其實唔單止5月節也偏有好料哦，桃園有地景藝術節啊，也還有一個世界客家博覽會嘅裝置藝術，啊，像一個古16公尺嘅一個做能發布太輕上嘅 Hello Kitty， 更加咩睇太美堂做人客。不過呢，啱部頭來還有燈光秀好看哦，嗰時刻來到一片下行聊聊。龍潭太美堂對頭擺農業灌溉嘅用途，也向論有限觀光同農業灌溉嘅方向來轉型。一座龍潭大橋車裝加上要求嘅複合式結構設計，用龍屯水做主要嘅想法。結合龍潭當地環境特色、山水同園園，造型簡單又有地方文化內涵。安布石頭還會點燈，不少許多人會後來觀賞龍潭太美堂嘅夜景。山水園田園景觀傳統，頭家用心改良傳統菜式，好幫韓國多後生人向來用美食了解客家文化。哎呦！家婆嘅屋卡保留百年老屋，好幫韓國島人做得來也潛在記憶當中嘅老屋，同時咩幫韓國島唔認識傳統客家老屋嘅遊客有機會來看下傳統工藝同歷史嘅分享。桃園聊聊，分享來了。